童子拜觀音。海燈法師嘅江油童子功，又稱少林正宗羅漢功，共有108路，有光有柔，光如磐石，柔弱無骨。海燈法師86歲高齡，仍然能夠演練童子功。據法師自己話，練童子功嘅先決條件係必須保持一生同體，常練內氣，精血不散，再加上多年苦練，就能夠產生驚人嘅功力。只有練成童子功嘅人，先能夠練成絕世奇功一指禪。呢個沉重嘅沙袋喺兩位弟子重錘指擊之下，都安然無恙。但係喺法師嘅指力之下，就變咗落沙滿地，呢種功力認真驚人啊！40年前，海燈法師以一指禪功名震天下。40年後嘅今日，法師已經進入86歲高齡，仲能唔能夠再演練呢一種絕技呢？驚天絕技再現人間，當今世界能練少林一指禪功嘅，只有海燈法師一人。鐵杵磨成針，呢啲係偉大中國燦爛文化遺產嘅驕傲。